凭着电视剧《飞龙在天》奠定一线小生地位的48岁男星江宏恩，出道25年，演过无数戏剧，却因为经常熬夜拍戏，日夜颠倒，曾经6天5夜没睡觉，导致亮红灯，医生甚至警告他肝肾功能早衰30岁。据苹果报道，江宏恩因为经常熬夜拍戏，拍出了职业病。当年他拍《飞龙在天》时，整整1年都日夜颠倒，曾创下6天5夜没睡的记录。他形容前3天觉得非常 OK， 第4天心很累，但身体很亢奋，第5天开始大舌头，词也记不住，随时空档就睡着。戏杀青后，江宏恩做了全身健检，被查出肝肾功能异常。医生听到他33岁便警告你的肝肾是60岁的肝肾，早衰30岁。不过江宏恩认为表演是乐趣，就算真的很忙，自己也会找出口。2017年才踏入婚姻的江宏恩也自曝夫妻情趣。他说和老婆 Vanessa 几乎天天都会接吻，逗趣形容就半秒，牙一咬就过了。虽然嘴上这样说，但江宏恩其实把 Vanessa 疼入心里。他说自己交往时送给 Vanessa 的第1个生日礼物，老婆婚后竟然还在用，还有1年送了1个包包 ，Vanessa 也是一直舍不得用。江宏恩表示他就是很在意我给他的都会很珍惜，意义对我来说很重要。